上100分第14。此时出菩提文化已经全改如此，体内鼻气离得忽然，只有世尊不说如是心清静定，我将昔来所得慧眼，离将不闻如是之经，世尊若有人不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一生实相，当知是人，成就第一其有功德。世尊是实相者，这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世尊，我今不闻如是经典，世代时期，不着为难，若当来世何我不说，只有众生不闻是经，世代时期，是人这为第一之有，可以讲。此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是假相，所以假合我相这是非相，人相、众生相是假相，这是非相。可以讲，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非。不得诸菩提，如是，若有人不闻是经，不经不觉，不为方知是人，是为是有。可以讲，诸菩提如来说第一陀罗尼，这非第一陀罗尼，是名第一陀罗尼。诸菩提领了陀罗尼。如来说非领了陀罗尼，是名领了陀罗尼。可以讲，此菩提如我实为菩提王，各个身体，我有意识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是假相。可以讲，我有往昔即着是该时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是假相，应先成形。诸菩提，要念过去有我必说，作领略成形。无你所说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是假相，是讲诸菩提。菩萨正理一切相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应自色成心，不应自声香味触法成心，应声如法自心，若声有自，即为非自，是故佛说菩萨心。不应自色报事，诸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，应如是报事。如来说一切诸相，这是非相；又说一切众生，这非众生。诸菩提，如来是真故者，是故者，如故者，不光故者。不异故者，诸菩提，如来所得法，是法无实无虚。诸菩提，若菩萨心就有法，力行报事，如人一暗，即无所见。若菩萨心不住法，力行报事，如人有目。是光明相，见种性。诸菩提，将来之世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了此经，受持佛相，即为如来。依佛智慧，识彼是人，识见是人，皆必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
男子变女人，初一分已经和打定新报时，中一分就已经和打定新报时，下一分亦已经和打定新报时，如是无量1000万亿劫已经报时，亦有人文字经典，信心不灭，只好定地，何况私下修持学上，为人解说，此菩提只要言之，是经有不可思议，不可衡量，无边光觉。如来为发大圣正法，为发最上圣正法，若有人领受此法相，况为人法。如来实地是人，实见是人，该的成就不可量，不可称，无有边，不可思议功德。如是人定，即为阿丹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可以讲，此菩提若能消法者，若我见人见，众生见，受者见，即有自经。不能平修图上，为人解说。此菩提在在处处，若有处经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所应供养，光之处处，即为是他。该应恭敬，福德为良，一诸华香，离散之处。两性的相关是十条。就是苏菩提，若是男子善女人，修持图像处境，若为人听见，是人先世罪业应对恶道，以今世人听正果，先世罪业即为消灭。当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此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之劫，有认定前140,000万亿，哪有他所法？世界中央成佛，无空者者，若有人有何法世，令受持图像处境，所得功德，有我所中央诸佛功德，一环不及1,000万亿分，乃是算数譬如所不能计。此菩提，若善男子善女人，有何法世，有受持图像处境，所得功德，我若过佛者，亦有人闻，心即狂乱，何以不信？此菩提，当知是经义，不可思议，可报亦不可思议。
心，佛告须菩提，善男子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往生如是心，我应欲度一切众生，欲度一切众生意，而无有一众生是欲度者。可以告须菩提，了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，所以结合须菩提，是无有法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须菩提，无以云何？如来有坚定佛所，有法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。佛也，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义，故如坚定佛所。无有法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言：如是，须菩提，是无有法如来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若有法如来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坚定佛说不有我是去。你有来世，当必作佛，可释迦牟尼，以是无有法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坚定佛有我是去，这是言。你有来世，当必作佛，可释迦牟尼，可以讲。如来家即诸法如是，若有人言，如来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是无有法，佛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如来所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是中。无是，是故如来说一切法，乃是佛法。须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须菩提，譬如人心中大，须菩提言：世尊，如来说人心中大，即为非大心，是名大心。须菩提，菩萨若如是，若不是言，我当欲度无量众生，即不名菩萨。可以告须菩提，是无有法名为菩萨。是故佛说一切法，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。须菩提，若菩萨不是言，我当庄严佛陀，是不名菩萨。可以讲，如来说庄严佛陀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须菩提，若菩萨空法无我法者，如来说名应是菩萨。一切众观分第18。须菩提，无以云何？如来有肉眼何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肉眼。须菩提，无以云何？如来有天眼何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天眼。须菩提，无以云何？如来有慧眼何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慧眼。须菩提，无以云何？如来有法眼何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法眼。须菩提，无以云何？如来有佛眼何？
如是世尊如来有佛感，诸菩提无以因何？如行河中佛因沙，不说是沙河。如是世尊如来不是沙，诸菩提无以因何？如一行河中佛有沙，又如是沙境行河，是诸行河所有沙所不世界。如是莲为多好，行多世尊，不可思菩提，你在佛河中，所有众生，欲间众生，如来悉知可以过，如来说诸心，皆为非心，是名为心。所以假合诸菩提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法界通化分49。诸菩提无以因何？若有人愿3000大千世界七二，以用报时，是人以是因缘适合多学，如是世尊，此人以是因缘适合行多。诸菩提，若学得有时，如来不说得学得多，以学得无过，如来说得学得多。理想分别的是，诸菩提无以因何？不可以无着色心见哈，不也世尊，如来不应以无着色心见，何以故？如来说无着色心，即非无着色心，是名无着色心。诸菩提无以因何？如来可以无着诸相见哈，不也世尊，如来不应以无着诸相见，何以故？如来说诸相无着，即非无着，是名诸相无着。分算所算分第21。诸菩提，你不为如来作是念，要当应当说话，莫作是念可以过。若因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放佛，不明该我所说过。诸菩提，说法者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以及回遍诸菩提，亦不言世尊，所有众生有未来世，闻法持法，生信心下，不言诸菩提，智慧众生，非不众生，何以故？诸菩提，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无法可得分第22。诸菩提亦不言，世尊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无所得
福建，如是诸菩提，我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是无有家法可比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平心平静分第23。就是诸菩提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伊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此菩提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无比分第24。此菩提若3000大千世界中，所有诸孙善王，如是正七所住，有人持用做事。若人以此拍摄菩提心，乃是事故之境，受其特相，为他人说，有钱发别一分不别意，1000万一分，乃是万所譬如所不能解。话无所话分25。此菩提无以温和，意见不为如来所是念，我当所众生。此菩提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是无有众生如来所者，若有众生如来所者，如来即有我人众生是者。此菩提如来说有我者，即非有我；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。此菩提凡夫者，如来说即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心分相分第26。此菩提无以温和，可以32相观如来吼。此菩提言如是，以32相观如来。复言此菩提，若以32相观如来者，观轮圣王即是如来。此菩提亦复言，世尊如我解乎所说义，不应以32相观如来，以及世尊理说之言。若以直见我，以人生见我，人生下道，即名见如来。无端无得分27。
念，如来不以故着上果，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诸菩提目的是念，如来不以故着上果，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诸菩提意乐不是念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发诸法全的目的是念，可以果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无法不发全的相。修不贪分第23。诸菩提了菩萨以万情和沙定世界七宝其样所示，若有一人以一切法无我之行无念，此菩萨圣贤菩萨所的功德可以果诸菩提，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果。诸菩提是不然，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？诸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，是个所不受福德。唯离平分第19。诸菩提若有因缘，如来若来若去，若舍若我，因不解我所不疑，可以果如来者，无所相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以下理想分第3修。诸菩提了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3000、4000世界摧为利定，为云何？是利定上灵运多下，诸菩提言心多世尊，可以果若是利定上是有者，不说是利定上。该者何不说利定上？不非利定上，是名利定上。世尊，如来所说3000大千世界，不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可以果若世界是有者，就是一合相。如来说一合相，不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诸菩提一合相者，就是不可说三凡夫之言，贪着之事。意见不相分第31。诸菩提若因缘不说那件因见相心见是这见，诸菩提为云何？是因在我所说义何？不也世尊，是因不在如来所说义，可以果世尊说那件因见相心见是这见，不非那件因见相心见是这见，是名那件因见相心见是这见。诸
诸菩提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有一切法应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世界，一生法相。诸菩提，虽然法相，如来说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应化非心分是32。诸菩提，若有人以愿无量而成其世代七宝，其用所至；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菩提心者，其有诸经，乃至四故经典，受其特相，为人演说。其何性质？云何为人演说？一切有相，如不动，可以说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不说是经义，相貌诸菩提，亦是比丘尼，有波色，有波夷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，闻佛所说，大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发誓婆罗蜜多心经。观自在菩萨，相牵发誓婆罗蜜多时，照见无温在空，无一切可会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相形色，亦有如是。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增不灭，不多不减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相形色，无眼耳鼻舌心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，亦无明心，乃至无脑子，亦无脑子心，无可识灭道，无地亦无地，亦无所得果。菩提萨埵，以发誓婆罗蜜多故。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果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妄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，以发誓婆罗蜜多故，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发誓婆罗蜜多，是大成就，是大成就是无上就。是无正正就，令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，故说发誓婆罗蜜多就。一说就话，揭谛揭谛，婆罗揭谛，婆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继续读大悲经。南无哈那他那遮那呀耶，南无阿利耶，哈罗揭谛列娑那耶，菩提萨埵多耶，
色色绿色，希望阿里的，可如克色色湖那灵宝宝，那摩那那金地，黑里马尔巴色沙美，萨伯阿他多苏宾，阿瑟因，萨伯萨伯，那摩伯萨伯，那摩伯克。摩花别说，看别他，阿伯如黑，如巧白，巧了白，伊黑里，摩尔可提萨伯，萨伯萨伯，摩拿摩黑里的音，咕噜这帮，道路，发射的。摩尔发射的，德拿德里尼，耶夫那诶，加拿，摩法摩拿，莫贝的，伊嘿，香那，阿拿山河那下里，法山，河那下诶，哈鲁摩拿。哈鲁黑里，沙拿，雪里，沙鲁，土特诶，你这里诶，那金地，这里雪里那，摩那，沙巴哦，雪沙巴哦。摩尔色色诶，沙巴尔，色色如个，色巴那诶，沙巴尔，那金地，沙巴尔，摩那，沙巴尔，香阿伯克诶，沙巴尔，沙巴摩尔阿色色诶，沙巴尔。呀，天拿阿色色诶，沙巴尔，可得摩格色色诶，沙巴尔，那金比白克那诶，沙巴尔，摩巴里行天那诶，沙巴尔，那摩哈那他那，德那呀诶，那摩阿里诶，可尔克色。列巴那诶，沙巴尔，月神多，南德那，瓦特诶，沙巴尔。北京的版本有真侪种，虽然以和上讲的版本来看。官僚中第一，可得非常的名，可怜非常名，不名天地之始，一名万物之母。故
相短相平，高下相倾，音声相和，真好相随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道，万物各言理不符，心理不有，为理不实，方行理不孤，无疑不孤，是义不弃。安定中北方，不相嫌，思民不争，不贵然不知好，思民不为德，不见可忧，思心不乱，是以圣人之地，知之心，识之好，约之体，养之贵。相思民，无低无忧，思无地家不敢为也，为无为，则无不低，不应相得事，可相离养己，却不言，焉係事萬物之中，可之類，解之坤，可之剛。講之典，三係事略準，我不知水之主，強地之身，修中相地我。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佐果；聖人不仁，以德行為佐果。天地之間，自有託一號。虚理不可，當理如出，多言所表，不如修中。各品相對了，各行不似，是為天定。天定之本，是為天地經。連連若準，用之不勤。無事相對切，天相對久，天地所以連相聽就假，以之不得先，個人相稱，是以聖人何之心理心先，為之心理心準，非以之無事也。個人行之事，若非相對辦，相生若水，水生離萬物而不爭。故聖人之所昂，各須無常。故聖德，心善焉，無聖言，言聖事，行聖地。出聖靈，當聖時，無疑不爭，過無憂，其應相得久，其理應之，不如己意，非理就是不可相得。今日萬黨，莫之領袖，富貴離交，主為之救，光祥靈水心退，天之德。真德相對修，再應撇頭應，靈無離好。關係對有，靈應離好。一睹顯然，靈無處好；愛鄰之國，靈無為好；天門開闢，靈為處好；靈別樹達，靈無地好。天之確定，天理不有，為理不實，相理不彰。是為天別，其中相
11月30号中一个，当今没有故事用，平时以为是，当今没有词之用，学好有以为是，当今没有食之用，个有字以为字，无字以为用，为学生第12。我是名人不忘，我因名人面容，我被名人靠送，批评评点名人先发讲，咱必之下名人行行，是以圣人为好不为不，个气必处处。평력章第13，평력入經，貴大患入先，可為평력入經，평為上，력為下，識字入經，識字入經，是為평력入經，可為貴大患入先。我所以有大患者，為我有心，見我無心，我有何患？歸於心為天下者，可以治天下；愛於心為天下者，可以托天下。第4章第14。知字不見，名或異；聽字不聞，名或稀；學字不得，名或離。夫三者，不可避絕，故分離為一。其上不教，其下不問，相形係不可定，學歸有部分。是為無狀之狀，無聽之聽，是為康復，名字不見之秀，水字不見之好，是過之德，以無見之有，名之過世，是為德己。不應將第15，過世成為夫者，微妙健康，心不可説，胡語不可説，各樣為之用，無係若當實穿，一係若為樹林，然係之若切。還係若兵之將士，端係之若托，抗係之若國，寬係之若國，說明作依據，經是其天，說明按依據，當是其先，所負得者。不若言，胡語不言，個人是不心行。後邊將第10章，第一節修正道，萬不並作，我以觀之學，胡不聞聞，各歸之經，歸經或經或合併，合併或想，必想或變，不必想，妄不想。必想仰，仰乃光，光乃昂，昂乃天，天乃德，德乃久。不先不敗，
第一章第17，太上不必有志，基础天时无志，基础为志，基础不志，各信不足，又不信，又是其贵言。光祥富贵，一性该为我所言。4章第18，大德会有仁义，智慧科有大义，六亲不和有好处，国家混乱有忠心。托所章第19，决胜气地，民利必备，决人气义，民学好主，决他气力，德节无有，处三甲，以为文不教，个人有所想，所见头痛，消除官药。15章第20，佛学不要，以其无二，相其几何，生之无恶，相其何了？人之所为，不可不为，空是之利用在，向人之心，如向太乐，如边存在。我道必切之利标，如应以之利害，生生是若无所归，向人该有无，而我作若为。我无人之心也在，根本是向人交交，我作若昏，向人擦擦，我作问问，屈是之若海，飘是若无所知，向人该有意，我作万请品。我独因有人，离贵实宝。将一章第21，空直之阳，以德是强，这是为物，以空以混，或是空是其中有强，空是或是其中有物。了是明是其中有正，其中是真，其中有性，自古必今，其名不弃，以一丈夫。我何以知丈夫之连在其处？头一章第22，客即船，往即地，我即行，地即心，下即地，得即血。是一圣人头一为天下事，不自见各名，不自是各相，不自发各有功，不自轻各重。虎以不争，各天下木灵物之清。各是所谓曲折短者，气虚言在，相传而归之。中道章第23，其言妇人，飘风不将标，自物不将日，是为主者天地，天地上不能久，而方有人好。各将是有德者，德者当有德，德者当有德，失者当有失。当有德者，德也乐得之；当有德者，德也乐得之；当
有不信任，不处不处将地就是说，居家不烈，夸家不祥，夫见家不明，夫妻家不将，夫发家不刚，夫亲家不良，既有德呀。话有失罪行，不是恶字，故有德者不处，分相相地就是我，有不分相，身边世相，即下了下，佛之理不改，修行理不改，可以天下乐。我不知之名，是或得，将为之名或大，大或小，小或弯，弯或缓。得大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，食将有事大，王故之一言，人发地，地发天，天发地，地发自然，自变将地就是表，将为天经，将为车君，是君子将之行，不离自中。虽有言官，燕处悄然，奈何万姓之主，利益心听天下，天则是神，何则是君？是命中地就是切，神行无出节，神言无下跌，神地不用标切，神秘无关键理不可开，神格无相约理不可改，是一性人相生救人，各无弃人，相生救物，各无弃物。是为实名，我圣人者不圣人之事，不圣人者圣人之事，不贵之事，不爱之事，随地大礼，是为了了。相得将地28，知其祥，修其处，为天下和，为天下和。相别不离，合归有言语，知其节，修其节，为天下学，为天下学。相别不撇，合归有无节，知其营，修其教，为天下国，为天下国。相别乃教，合归有朴。扩散即为气，圣人用字即为观众，故大地不格。自然将地之19，将欲知天下利为治，我见之不得已。天下兴起，不可为也，为者败之，失者失之。故物食行食水，食枯食衰，食强食累，食在食花。是圣人气性气车气派，不得将第30，以得所人主者，不以英强天下，其事好还。书之所处，经极生厌，在兵之后，必有相连。故先者各利益，不敢以出强；各利不轻，各利不发，各利不骄，各利不得意，是各利不强。不防正怒，是为不得，不得所以。贵多将第37，虎大兵者，不祥之气，不识恶事，故有德者不处。君子固则贵者，用兵则贵友。兵者不祥之气，非君子之气，不得已用之，恬淡为上。
生理不理，日理之者是乐法人，夫乐法人者，不可得志于天下。结事相者，相事相由。天将军处者，上将军处右，原因上礼处置。法人上道，以悲哀特治，正行得一，上礼处置。第几章第32，德祥无陵，托水小，天下不敢行。何王入灵手，万物将自宾。天地相合，以共甘露，人莫治，灵力自宾。知者有灵，灵亦自有，虎亦将彼止。彼止所以不殆，彼得之在天下，有川国有江海。经济章第33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知足者富，忠行者有志，不是其所者久。自力不亡者寿。生大章第34，大道欢喜，其可所有，万物施治，以生理不俗。讲行不明有，爱用万物，而不为主。相无约，可能有效，万物归之，而不为主，可能有代。是以圣人将不为代，故灵行之代。大창章第35，一大창天下往，往而不害，安定泰。若有面，各撇子，多是出口，淡薄而无味，使之不足见。听之不足闻，想之不可议。微灵章第30条，将要习之，必过中之；将要足之，必过强之；将要会之，必过兴之；将要得之，必过有之。是谓微灵，柔性刚，弱性强，虎不可脱有烟，伏之离去，不可以是名。无为章第37，德祥无为，利无不为。何王入灵手，万物将自化。化利欲作，我将便是以无名之徒。无名之徒，欲将不要，不要以正，天下将自清。出河章第38，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上德无为而无以为，下德为之而有以为。上仁为之而无以为，上义为之而有以为。上礼为之而莫之应，结良必而灵之。失德而何德？失德而何仁？失仁而何义？失义而何乐？苦乐者，良性之宝，以乱之首也；珍惜者，得之华，立武之始也。是以大丈夫处其好，不顾其暴；处其失，不顾其华。故去必出处。第1章第39，食之必以者，天必以天，地必以灵，人必以灵，国必以阳。万物必以生，何王必以为天下正。其地必以也，天不以清，将强烈；地不以灵，将强法；人不以灵，将强压；国不以盈，将强极；
万物无一生，共同的；好王无一争，利贵各共相贵。各归以天为本，各以下为基。是以好王自称高官不高，此其以善为本的非好。故必所有无有，不欲乐乐如妖，乐乐如邪。反复将世事实，患者得之动，欲者得之用。天下万物生有有，有生有无。闻道将地事实质，上师闻道勤而行事，中师闻道略准略补，下师闻道大调治，不调不足以为道。故正言有志，明道略慢，进道略退，依道略对，上德略高，大德略少，空德略不足，见德略透，积德略路，大风无我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声，大听无形。德运无名，苦以道，善待请成。祥和将地四十之，德成一千二，二成三，三成万物，万物互因而投用，相去以为和。人之所恶，其高官不高，而王公以为强。故物亦顺之利益，亦之利损。人之所教，莫欲道之，强良者不得之事。我常以为